落力一 plug 全力推介，為音樂而戰，為夢想而唱。鄭俊弘。只想唱一句歌，要你認清楚我也曾到來慶賀。星夢傳奇一鳴驚人，鄭俊弘從此踏入樂壇，燃燒音樂力量。熊貓專一至死，不理如何傷悲，從不轉換口味，但未能換到你。2年前推出首張個人專輯《熊貓的故事》，銷量達金唱片成績。2016年推出最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，鄭俊弘唔係專一熊貓，新碟大玩多種曲風，仲親自創作一首《炮火》，火力全開。來不及再瘋癲過，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倒帶轉播，那天彼此相見最初。樂樂1連5日圈中鄭俊弘，力 plug 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。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不可。喺鄭俊弘嘅新專輯入邊咧，其實都有你自己創作嘅歌曲啦。咁有一首叫做《炮火》，咁啊係一首自家作品，咁啊真係能夠將自己作嘅曲放入自己嘅專輯入邊，呢個感覺你點樣形容啊？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因為喺自己張碟有自己嘅諗法，有自己嘅足跡，個意義係非常之大。咁其實係第一張碟嗰陣，我已經上，但係嗰陣時太多選擇啊嘛。係啦，同埋我已經 send 歌俾公司，咁公司都揀咗一首啊。第一隻碟嗰陣，哇，正可以有一首自己作品喺第一隻碟嗰度。咁我仲記得我係寫咗一首比較 Motown 感覺嘅，因為我好中意嗰啲 doo-wop 啊 Motown 啊。60年代嘅嗰啲 style， 咁寫咗，我揀咗呢首我都好 surprise， 但係最後就話，不如等等先啦，我哋正正經經做第一隻碟先啦，第二隻碟先再睇下有冇機會攞你自己嘅歌啦。咁我唔好啦，算啦。咁就開始自己真係寫多啲歌，俾多啲選擇俾公司去揀咁啊。今次俾咗幾多首佢哋揀？咁啊7首啊，咁有唔同類型嘅，有快嘅，有慢嘅，有 rock 嘅，有即係炮火呢啲 pop rock 嘅呢一啲嘅，咁就係咯，終於揀咗炮火。係一聽呢首歌，其實我覺得係成隻碟入邊最入腦嘅一首。因為一次我應該記得來不及，咁我已經識個腦已經不斷喺度諗。咁係咪呢一句嘅 hook line 可以叫做即係真係幾一諗起呢首歌就諗起呢一句？咁你自己係點樣出現呢一個音樂出嚟嘅咧？我記得就因為我之前去咗日本，因為日本好多音樂聽嘅，行去涉谷啊，行去其他地方啊，度度都喺度炸緊音樂嘅，即係見到好多嘅電視，好大嘅電視熒幕啊，又播緊呢隊 band 啊，嗰邊又播緊嗰隊 band 啊，有啲唱片公司佢會包㗎巴士宣傳佢 artist 嗰啲新歌啊，哇！用盡方法係啦，度度都音樂，你街頭又見到 band 啊，所以好多靈感咯。哇！原來日本係咁多人接受咁多唔同類型嘅音樂㗎，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，好正嘅喺日本。咁啊，翻到嚟香港又攞住嗰個感覺咁啊，有一日就喺個廳度攞住啲吉他，但係冇話特別想係去寫歌，即係想彈下嘅啫。咁啊，又彈中咗呢幾個 chord。拼埋一齊，我又覺得幾得意。咁我開始邊一個 melody 出先嘅？長夜孤單很赤裸，無淚哭泣都有果。因為我係用咗幾個 chord，都係同一個 chord，但我一粒一粒音咁樣去轉，個 melody 比較簡單，但係個音樂底就變緊咯，所以我好中意呢一啲，即係我成日聽 Beatles 就好多呢一啲，咁啊，咁啊，仲有呢個咁啊去咗一個 pre-chorus，咁之後又去咗個 chorus，即係靈感一嚟就好順啊，順咗去，咁啊又寫多個 bridge 添。升 key 轉咗 key， 我係轉咗 key 咁啊，寫個 bridge， 再翻去最後個 chorus 嗰度。來不及再瘋癲過，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倒帶
帶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。咁啊，整個 demo 好似5分幾鐘嘅，咁我就 send 俾公司，咁啊最後揀咗呢首歌，但係監製就揾我啦，衛景雲啊，佢話喂 friend 呢首歌太長啦，搞唔掂啊。5分幾鐘好難嘅喎。係咯，5分幾鐘唔得啊，唔係 radio friendly 喎。咁我話點啊？要 cut 啦，cut 啲啦，咁唯有 cut 個 bridge，cut 個 pre-chorus， 唱第一段一完咗就即刻入 chorus。咁我有啲傷心啦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因為我諗到個 bridge 嗰度又可以又會正㗎啦，要諗到要咁有兩支吉他，正，又可以又我勁啲，又行啲，又 rock 啲，咁就唔好啦 cut 啦，咁啊 cut 咗呢個版本，咁但係 cut 咗咁多都係最後4分幾都。所以都或者諗個方法整個 full version，係啦，自己擺翻出嚟，係啦，唔好放棄，可以要繼續爭取呢一個5分幾鐘版本。咁呢首歌就講到話要即係拋開你諗緊嘅一啲苦惱嘅嘢，繼續衝，做翻自己，做翻自己。呢一個歌詞你有冇同填詞人張美賢傾過？係絕對冇嘅，因為我寫呢個概念就係我想寫一首勵志嘅、鼓勵嘅。即係若然而家唔好嘅，堅持落去一定會好，即係類似呢一個方向咯，唔好放棄，即係呢一啲，因為我覺得你有一個 pop rock 嘅底，佢噔咁 heavy， 你講一啲好 positive 嘅嘢，我覺得係打動多啲，即係會入心多啲。咁但係我又冇同阿 Sandy 講啦，咁啊交咗首歌俾佢。咁因為我都知，即係作為一個 creative 嘅做創作嘅人，我又唔想俾人框住綁住一個方向。我都好期待佢聽到呢個 melody， 佢會啟發到啲咩，佢會諗到啲咩咧。咁啊最後就收到，咦佢炮火，點解個炮火咁猶如？有誤會啊，有拗撬啊，嗌交就猶如開火炮火咁，但係最終都係要唔好理人哋點講，唔好理人哋點鬧，最緊要過到自己個關。你知道你自己做得最好，你知道你自己冇變 OK 嘅啦，係忠於自己。佢係咪其實都留意到你嘅感情狀態？我唔知佢啊，你就回復單身咁啊？因為其實聽落嗰啲歌詞有啲呢種感覺噶嘛，都係可以喺愛情嗰方面，又亦都可以喺工作嗰方面睇，咁啊，亦都喺友情嗰方面。咁因為都抒示到我某程度上一啲即係生活啲誤會啊，我覺得，因為佢最後。有幾句來不及再解釋過時日沒有變改我，咁啊其實我還是我，咁因為我都見到好多 comment 啊，或者聽到啲人同我講話 Fred 你係變咗，即係冇好似以前咁樣變咗乜嘢？係咯，我變咗咩？我仍然都係我，仍然都係咁。佢哋嘅覺得係乜嘢咧？即係你係咪為咗符合你而家嘅 idol 啊，就冇咗自己啊？即係你以前夾 band 啊，你好有火啊，而家好似冇咗啲火啊，或者冇咁開朗。其實我唔係，我仍然都係我，仍然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。可能你大家聽到嘅都或者係熊貓啊，當狗愛上貓啊，但不代表我係變咗嘅，係咪？我係想做音樂，做好嘅音樂，做好嘅流行音樂。唔可以話我淨係 serve rock and roll 嘅啫，淨係要吉他好行。其實我覺得又唔係，咁其實我係冇變。係出多幾隻碟佢哋就明㗎啦。Okay. 但係開心咧，頭先提到有人同你講話，覺得你好似冇咁開心喎，你自己覺唔覺？定係我又冇話覺唔開心嘅。我其實我OK，可能我個人係比較靜啦。係啦，咁我或者有期間又會再特別靜啲，期間又會特別興奮啲，咁我又冇話特別咯，又冇乜點，都係咁。我以前咪仲靜。即係感情狀態唔會對你嚟講係影響個情緒好多嘅。都係又唔會噶，因為我記得我啱啱喺唱歌比賽出嚟嗰陣，我覺得好多人好驚同我做訪問，因為我都唔講嘢噶嘛，我都係啊 ，OK 啊。幾好啊！即係嗰啲嚟嘅，唔係啊！而家咪冇以前咁靜咯，所以都覺得係冇變過 OK。聽你嘅音樂知你應該唔係冇火咯，係好有火嘅，因為你隻歌叫炮火。來不及在瘋癲過，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倒帶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於苦惱去不可，來不及再欣賞我理想，追趕心裏有火，來不及再解釋過時日沒有變改我，傷口結疤猶如沒有執迷過。
我，還是我？